公元武師林續成力挫黑道惡徒李傑勳，一戰成名，名震天下。然李傑勳之表弟張奕霖替表哥討回公道，誓要報仇雪恨。本片乃即根據林續成擊敗李傑勳之後的故事發展而來。本片承接公元門之後的故事。救命啊！黑你這麼久還不死，不挺強嗎？過來啊！敢過來我一拳打死他，你敢過來我一拳抽下去。走啦！